离这个明年的总统大选剩最后的26天，来看赖清德全国竞选总部的主委甲发言人，今仔日是开记者会来指控着中国介入选举的步数真多，尤其是介选的奖金上悬有2000万，希望会当来遏制着境外势力影响着选情。国民党回击。讲民进党大家拢咧抹红，讲中国介入着选举，但是其实像进前台北市有41个里长，互检调来搜索，这根本就是民进党用司法来介入选举。要提供2000万的检举这个借选奖金。这个应该比贿选奖金还要高了哈。表情严肃，召开记者会，民进党捧出2000万的介选奖金，全力要阻挡境外势力影响大选。面对中国的借选，其实国民党不但没有阻止，其实还是不断的唱和的。大选剩无1个月，民进党指控中国继续用人白作战，招待里长到大陆的方式影响选情。不过进前检调大规模侦办41个里长告案，就引来拿赢批评司法介选，把我们所有的里长恐吓。让我们所有的民主没办法出来发声。去年我们已经踢爆郑云鹏是中国鹏，难道民进党还要用你的老梗抗中保台牌吗？沈伯洋最近说，最大的国安问题是抖音。可他们不分区立委同时提名了最爱抖音的林抖音。除了齐卡心林德跳出来反击，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嘛经体力赢，卖干来晓讲抗中保台。奥博进出了啊，先是抹红，大家都可以看得到，每天都在讲中国介选，然后事实上是民进党动用媒体、动用司法。动用各种的方式来介选，来干预我们的民主的选举。指控日数的选战是愈来愈活，拿力互相讲对方的介选议题是愈来愈烈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